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江湖当中有着各种厉害的人物，有用剑最厉害的，也有用刀最厉害的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雪中江湖当中的9之最。第一个，实力最强，首先就是实力最强的人了。雪中各个时代都有过天下第一，不过要说整部原著的战力天花板，那只有吕祖吕洞玄一个人，他就是整个人间的巅峰，真正的战力最强的人。其他人就算是各种机缘和气运加身，也只能做到和他比肩而已，不可能超过他。在人间他已经达到了极致，就算是几次转世也都是天下第一，所以说战力之最，吕祖当之无愧。第二个，活得最久，然后就是活得最久的人了。在雪中当中能够达到长生的方式还是有不少的，一般境界越高的人寿命就越长，一些顶级高手能够轻松的活过100岁。不过要说最能活的，那肯定就是儒家的老祖宗张扶摇了。作为第一位儒圣，张扶摇已经活了800多年，当年吕祖都曾向他请教，一直占着儒家的气运对抗天道，在有气运加持的情况下，达到了天人大长生的境界，一直活到了两莽大战时期。就算是与其同龄的宦官，和他相比，寿命上也差了一大截儿。第三个，谋略最强。江湖上除了各种武道宗师十分的抢眼之外，谋士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部分。这个时代出过不少的顶级谋士，像是李义山、袁本溪等等，都是一个王朝势力幕后最强的推手。不过要说谋略最强的，还是那独占3甲的黄龙士。黄龙士和其他人不同，他是穿越人士，知晓历史的走向，仅凭一己之力布局了整个春秋时期，让春秋几个国家陷入战乱，最终造就了黎阳王朝的统一大业。黄三甲可以通过自己的谋略改变很多事情，推动整个社会朝着大一统的方向进行，以一时之乱谋万世的太平，所谋所求影响巨大，最强谋士当之无愧。下面这个便是剑道的最强了。雪中江湖中出现了很多让人惊艳的人物，那么每个领域最强的人物都是哪几位呢？第4位，剑道最强。说起剑道，肯定就离不开老剑神李淳罡。作为上一代的天下第一，李淳罡引领了整个江湖练剑的风潮，在剑道境界上，他更是直追吕祖，是500年都难得一遇的剑仙大才。论天赋，李淳罡能在各种大能转世的这一代江湖有着超然的地位，足以说明他能有多优秀啊！李淳罡没有辉煌前世，死后也不曾转世，这一世的他剑道登顶。在广陵江畔的时候，李淳罡一气之长已经超过了吕祖所说的1000里，在剑道上超越了吕祖，达到了天人境界。第5位，杀伤力最强。李淳罡之后的又一代剑神邓太阿和李淳罡不同，邓太阿对于专修剑术，在剑术这一道上走得极远，单论剑术和杀伤力，邓太阿就是最强的。他的剑只为杀人，手持太阿剑后，邓太阿的境界和剑术达到了此生极致，在他面前所有的东西都可破，即便是李当心的佛门大金刚，在手持太阿剑的他眼中也如同纸糊的一样。第6位，防御最强。论防御啊，佛门的修士有天生的优势，佛门注重修行肉身，进入1品后就是金刚境，达到大金刚后可以修炼出不败金身。在金刚境中，李当心就是最强的，也是天下所有人当中唯一一个领悟金刚精髓的人。他的防御力极强，顾殿堂曾用出自己最强的方寸雷都无法撼动他的大金刚，就连4大宗师之一的曹长钦也无法破开他的防御啊！整个天下只有剑术走到极致，手持太阿剑的邓太阿能够破开他的大金刚。下面这个就是桃花运最强的了。雪中悍刀行的江湖中有着各种厉害的人物，有用剑最厉害的，也有用刀最厉害的。我们的主角徐凤年又是哪个领域最厉害的呢？第7个，桃花运最强。作为主角的徐凤年，一出生身份就极其显赫，再加上长相帅气，注定了他此生的风流。从小，徐凤年的院子当中就有一堆的丫鬟，这些丫鬟放出去都是能够上胭脂瓶的人物啊，而且每一个身份都不简单。西蜀公主江泥，敦煌城城主侄女红薯，枪仙之女青鸟，他们每一个都爱着徐凤年。3次游历江湖，胭脂瓶第一的南宫成了他的妻子。除此之外，裴南伟、轩辕清风、陈瑜等等，这些上过胭脂瓶的大美女都和徐凤年有关。论桃花运，没人能比得过徐凤年呐。第8个，天赋最强。要说整个江湖当中天赋最强的人是谁，可能不少人会说是剑神李淳罡，又或者是无敌一甲子的王仙芝，但是他们和江泥的天赋比起来，真的是差了一截。
儿。作为后世少有的女子剑仙，江泥习武没有几年就进入了陆地剑仙的境界，而且是在懒懒散散、不怎么专心的情况下，就这样成了剑仙。天生剑劈和万剑共主的天赋实在是让人羡慕。第9个，床上最强。徐凤年在击败王仙芝成为新武帝后，已经是被称为新的天下第一了。不过这个天下第一有点名不副实。世间有句话传出来，徐凤年不是真无敌，世间有裴南伟。在和世子大战了一场后，一介普通女子让武道大宗师的徐凤年扶墙而出，最强之名啊，当之无愧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你还知道雪中有哪些最强呢？可以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。